这一章我们来讲孔子公啊，我们做人的道理，四维八德嘛，做人的很重要的道理。各位，他讲了，人不敬我，是我无才。你看，别人如果他没有恭敬我，是因为我无才啊。为什么他不恭敬我？我没有本事，我没有才华呀，我一点能耐都没有啊，我没有能耐，没有才华，所以他不恭敬我，自然的嘛。各位，人家是敬是恭敬你这个人才，你是一个好的，有很好杰出的表现，大家就恭敬你啊。你为什么他不恭敬我？为什么对我不恭敬？是因为我无才，我没有本事，我没有这个能耐。我不敬人，是我无德了。我为什么不恭敬别人？我慢心很强，我慢，你不恭敬别人，是我无德。这个人没有品德，没有仁德。佛已经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，人人都可以成佛，他就是未来的佛。为什么我不恭敬别人？不管他有钱没有钱的，他是一个高尚的，或是一个庸俗低贱的人，都是人啊，人就有佛性，佛性就有成佛的资格，对不对啊？就有成。所以，如果我对别人已经产生了一种亵渎了、傲慢了、看不起了、藐视的心态，是我无德，我的修养不够，我的修养太糟糕了，我修养不好，然后我没有品德，我没有品德，各位。这是做人的应该遵守的原则，但是你没有，那所以我不敬人，是我失德了，我失德。人不容我，是我无能。人为什么不能包容我？这个别人为什么对我不好？为什么不能原谅我？不能包容我？因为我无能，无能就愚痴，我笨笨的、呆呆的，是非不分的，是非不会分。好坏不懂得选择，所以我无能啊，我无能，没有这些判断的能力，没有判断能力，所以人他没有办法原谅我、包容我，我太笨了，太愚痴了，连什么叫做好，什么叫做坏，什么叫对，什么叫做错都不会分，糊里糊涂的就这样做事情，所以人家不能包容我。人不能包容我，不能原谅我，我不容人。如果我今天不能包容别人，是我无量，我的度量不够，心胸狭窄。各位，心中太窄小了，太窄小了。我没有这个度量，我没有这个修养，所以我没办法容忍别人，容忍别人。你看，这个表示这个人呢，各位在生活的态度上面就斤斤计较。各位会斤斤计较，所以你看他不能容许别人，忍不住我，是我无为。如果别人为什么他不帮助我？是因为我无为啊，你没有作为啊，你没有作为。什么叫没有作为啊？各位，你们知道吗？为什么我没有作为呢？我没有一个好好的表现，我没有好好的努力，我没有好好的认真，无为嘛。这个也不认真，也不努力，也不好好打拼，所以人祝你这个人没有将来性呢。这个人他没有将来，他不值得我们信赖，不值得我们帮助他，他自甘堕落，就无为啊，对不对啊？你听懂没有啊？所以人为什么他不助我？助我没有用，我没有志气我没有抱负，所以因为我没有作为的人。所以人家不帮助我，而我不帮助别人，是因为我无善。为什么？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协助别人呢？关心别人，因为我没有心存善念呐，没有善的心呐，我这个心态上面自私自利，都是为我自己着想，所以我不愿意帮助别人。这种自私心太强烈的人。各位，他心中没有纯善，没有善良。你一旦如果没有善心，没有善愿，那各位这个人以后没有福报，
绝对没有福报。所以为什么你不喜欢助别人呢？帮助别人太自私了，所以你没有善心，考虑都是为你个人，所以这样子造成的下场，你一定会没有人缘，大家不喜欢你，而且要远离你、唾弃你。所以各位，你看孔子都这么说，孔子都这么说，多重要啊！这是做人的根本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做人的根本，你看简单几句话，但是透露出我们的人性。你到底你应该要怎么样？你应该要有一个方向、一个原则。各位，所以孔子讲的话，我们要谨记在心。各位，对不对啊？要谨记在心呐。好，我们大家练一遍，赶快大声的练。人不敬我，是我无才；我不敬人，是我无德。人不容我，是我无能；我不容人，是我无量；人不助我，是我无为；我不助人，是我无善。啊，善心是天底下最可贵的，也是最大的宝贝。只要心存的善念，心怀的众生，各位不要为自己考虑，尽量为大众。各位，你如果能够心存的这样一个念头，以后你的前途光明无量。好，我们提供给各位大家参考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